咱继续来关心新竹县的竹东有粪扫车可能是压缩粪扫的时产生上大的压力，嘛有可能造成零件故障，后车道就熊弹起来，有民众去互后车道弄到，受伤送病院。 新竹县竹东顶拜下晡发生民众倒粪扫，摔着伤送家户病房的意外。民众伫粪扫车边准备等粪扫的时，粪扫车的后车道熊弹起来，弄到一个乌巴桑，伊当场倒了，头壳佮弄到涂骹，赶紧送病院去救。这太多的要压进去嘛，一压的时候，可能他阿婆就只走下去，然后他那个挂钩就断掉，就回错，阿婆就往这边倒了啦。女性年约85岁，创伤患者。那患者家属表示为倒垃圾途中经后方铲斗下到，后脑勺着地，那后脑勺有约3公分的撕裂伤口。那本局救护人员现场止血包扎及心理支持后送中台大救治。 倒粪扫刷得甲送急救，面对民众质疑粪扫车无安全，竹东镇公所讲会去追查原因，会对受伤的人负起全部责任。机件确实是有出一些问题，就对。对，是机械。 可是基本上我们是有定期在做保养啦，那后续保险理赔部分，公所都会全力协助。其他的清洁队把提醒民众倒粪扫时，应该甲粪扫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千万袂当伤挖粪扫车的后车道，尤其是咧压缩粪扫的时，愈着爱注意，以确保安全。当你要倒垃圾的时候，就是尽量倒完以后要赶快离开。然后第二个，不要太靠近这个围斗的地方，因为垃圾车是属于机械性的操作。那当它在操作，尤其是在压缩垃圾的时候，绝对要离开大概1公尺以上，最好2公尺哈。目前受伤的民众搁咧病院观察，早起已经转去一般的病房。电工所讲，刷落去会查出事故原因，检查粪扫车做相关的处理。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